Hello，今日行來無事飛下無人機，而且今日天氣特別好，無風無雲，喺後丫嗰度低飛。咁睇到呢，仲有啲龍沙，已經係好後期㗎喇。好，而家呢喺呢度重新起飛。咁前面嗰棵呢，就係紫薇，靠牆呢棵呢，就係自己有種子培植嘅桃樹。而家呢棵紫色嘅呢，就係 Melody Parfum Roses。呢棵呢，係1992年法國出品嘅風花月桂，有1.2到1.5米啦。咁我一般呢，冬剪都係強剪，因為佢會生得好高。呢棵花真係好優秀，從嚟未生過病，好香。大部分月桂呢，都已經係春花後修剪咗㗎喇。咁而家呢，飛到靠牆呢度呢，就準備轉彎啦。轉彎呢都唔係好熟練，就轉得比較慢。好啦，而家轉咗過嚟。咁右手邊呢，就係龍沙牆，種咗2棵龍沙，一棵粉色達芬奇。基本上呢，都修剪咗㗎喇，龍沙剩返1棵未修剪。咁左手邊呢，基本上所有嘅月桂呢已經係修剪咗啦，春花後嚇。咁而家嚟到睇到右手邊啦，都已經係修剪晒㗎啦。咁前面仲有2棵花呢，一棵係 All Dressed Up， 一棵係 New Drum， 仲係開緊，非常靚。咁靠牆嗰度呢，就係有3棵石榴樹啦。而家係5月份，石榴開得最旺嘅時候，石榴花。咁今年嘅花呢，都唔屬於多，因為呢移植過嚟呢邊呢，都係第2年，要畀啲時間畀佢慢慢適應。好啦，喺呢度中間呢，就飛返過去，就講。